来看这新北市土城有一搭主体呢，今仔日透早4点外的时阵，哪像是发生这一氧化碳中毒的事件。同一户拢总有7个人送病院，加在是暂时无这性命的危险。消防单位初步判断，就是这热水炉迄搭呢，这通风无解好势才会致死这件意外。也毋过详细的原因，还阁需要厘清。 那到了现场之后呢，我们发现是有2名的民众啊，他的确是主诉是头晕，然后身体不舒服的状况。那后来我们在现场也有量测这个 CO 的数值，那发现有 CO 的成分在这个空气里面，那也把剩下在家中还有5位的这个民众呢，也陆续的把他们送到医院去救治。 救护车是赶紧出动来救人。今仔日透早4点外的时阵呢，新北市土城有一搭主体，哪像就是发生一氧化碳中毒的事件，有7个人送病院。也毋过，其实同一个所在呢，前一天下晡才拄有一个11岁的查某囡仔，就是因为身体无爽快送病院，落尾是救无回来。这2件代志敢有牵连？这是还阁需要调查的。